Angelababy 和馬天宇突然官宣，黃曉明沉默了。Angelababy 又上熱搜了。前段時間，她在一檔綜藝裏和朋友們在上海的街頭夜騎，路過上海會展中心時，同行的金正突然感嘆這是什麼地方，好美啊。Angelababy 停頓了一下說，這是我結婚的地方，回答得坦然自在，言語間沒有任何扭捏。巧合的是，她騎行的那條路上，有她出生的醫院，有她上過的學校，還有她曾經幸福過的結婚場地，仿佛走完了她的一生。原來每一個路過的風景都是人生不同的停靠點。如今的她能大大方方地聊起那段婚姻，顯然是已經釋懷和放下了。但圍繞住她的爭議遠沒有散去。在和黃曉明的那段婚姻裏，Angelababy 經歷了數不清的非議。明明是好聚好散，但她總逃不過網友的罵聲，罵她借住黃曉明的東風，才能在娛樂圈裏扶搖直上多年，罵她不知好歹，所以才會在失婚後失去一切。她失婚後官宣的3部劇，合作男主的價位一個比一個少，資源似乎正在呈斷崖式下滑。曾經，她在某常駐綜藝裏是眾星捧月的存在，頂住綜藝一姐的頭銜，手握幾大高車代言，要多風光有多風光。如今物是人非，不過幾年而已，一切都變了。好像離開了黃曉明，她什麼都不是。在常駐的綜藝裏，從 C 位的團寵慢慢淪為邊緣人物，給新人做陪襯，鏡頭也越剪越少。當時和黃曉明在一起的時候，有數不清的資源為他雙手奉上。失婚後失去了所謂的依靠，也自然會失去一切，仿佛就像一場夢。在夢醒之後，所有人都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但他自己並不在意。對他來說，感情上的圓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他曾經風光過，被人艷羨過，也被人嘲笑過。靠自己也許很難，但卻是意想不到的踏實。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會越來越好。在 Angelababy 被嘲笑的3部劇裏，其中一部古裝戲的男主是馬天宇。馬天宇近些年鮮少有音訊，很少出現在大眾的視線。上一次演古裝戲還是5年前。平時他一有空閒時間就會去支教。有次在支教時，小朋友問他北京的房子是什麼樣的，跟他們的一樣嗎？馬天宇回答說，都是一樣的，沒什麼不同，都住爺爺奶奶、爸爸媽媽、兄弟姐妹。也許小朋友們向往的是高樓大廈，但馬天宇向往的是有爺爺奶奶、爸爸媽媽和兄弟姐妹在的家。馬天宇的家庭是他此生永遠的痛。他出生在山東農村的一個貧困家庭，有2個姐姐和1個弟弟。如果只是貧窮也就算了，但爸爸媽媽的感情並不好。媽媽體弱多病，爸爸總是沉迷於吃喝玩樂，並不顧家。馬天宇5歲那年的中秋前夜，媽媽給了年幼的他一點錢，讓他去買藥，剩下來的錢可以買巧克力。他不知道媽媽讓買的藥是什麼，只知道自己很想吃巧克力。第2天家裏來親戚送月餅時，發現吃藥自盡的媽媽已經去世了，身體早已涼透。馬天宇一直認為是自己間接害了母親，如果自己沒有去買藥的話，媽媽是不是就不會死？從那以後，馬天宇再沒有過中秋節。每年的8月15是別人家樂團聚的日子，對於馬天宇來說只是媽媽的祭日。他會在那一天去母親的墳頭祭拜，幫媽媽的墳頭除一下草。媽媽過世後不久，爸爸留下一堆債務後也離家出走，渺無音訊。最小的弟弟被送走，只剩下他和爺爺姐姐相依為命。馬天宇14歲時，
因為家裏交不起3塊錢的學費而被迫輟學。不得已之下，他開始北漂尋找出路。那時的他渾身上下只有7毛錢，為了活下去，他洗過盤子，做過服務員，還買過大餅，養活自己的同時，還要把賺的錢寄一部分回家。這種拮據的情況一直到他參加家有好男兒出道之後才有所改善。然而好景不長，就在他的工作和生活即將走上正軌之時，一則從天而降的緋聞差點毀了他。有一名攝影師爆出他和馬天宇兩人是戀人的傳聞，還透露馬天宇曾被富婆包養，以供他讀書。馬天宇一時之間被陷入了輿論的漩渦裏，謠言很快傳到了爺爺的耳朵裏。農村的流言蜚語絲毫不亞於現在的網暴，爺爺信以為真，導致病情加重，最終去世了。爺爺在彌留之際，特別希望能見馬天宇一面，而那個時候的馬天宇正在演出，公司也沒有人告訴他，他連爺爺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，這成了馬天宇心裏最大的遺憾。即便後來的他為自己討回了公道，換來了清白，但爺爺再也回不來了。那些年，他就這樣看住身邊的親人一個接一個地離開，卻無能為力。但慶幸的是，無論馬天宇經歷了多少痛苦不堪的事，都沒有被擊垮，歸來仍是那個溫暖善良的少年。回頭看那些曾經以為不能跨過的山，其實早已經跨過去了，以為不能接受的，後來也都接受了。生活充滿了選擇，遺憾似乎也成了常態。雖然不是每一段回憶都是圓滿的，但人生就是這樣不斷在前進。無論經歷了什麼，都不要忘記自己從何而來。至於別人的意見，太不值得一提了。人的偏見就像是一座大山，只願意相信自己相信的，沒有誰會成為誰今生今世的靠山，只有自己永遠才是自己的避難所。故事的結局並不重要，因為無論做什麼選擇都會後悔，也不要過度去美化自己當時沒有選擇的那條路。就算時間重來一次，以當時的心智和閱歷，大機率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待我們撥開迷霧，踏平荊棘，做自己就好。